各位香港街坊中意去內地旅行嘅朋友，千祈唔好再俾網紅片你哋睇到嘅鳳凰古城夜景夢幻免費入場，古風滿分，人人都話係湘西最良心嘅仙境古城。但我今日實話實講，呢個看似零消費超治癒嘅千年古城，其實係專門收割香港低價團、連長假街坊嘅超級殺豬場。無數香港人、澳門人、海外街坊千里迢迢飛過嚟湘西，滿心期待睇山水睇夜景，最後結局就係被恐嚇、被強制消費、被層層套路收割，輕則幾千，重則上萬，投訴無門，有苦自己知。成條黑色產業鏈10幾年嚟，從來冇人完整拆穿。今日我全程實拍，句句真話，徹底爆晒鳳凰古城所有旅遊黑幕。只要你計劃去鳳凰、去湘西、去張家界，呢條片你一定要收藏。睇完可以避開19%嘅旅遊陷阱，絕對救你錢包一命。講起鳳凰古城，幾乎所有香港街坊嘅印象都係絕美、溫柔、抵玩。作為國內4大千年古城之一，呢度依山傍水，沱江穿城而過，名稱吊腳樓成片林立。夜晚燈火倒影光面，古風氛圍感直接拉滿。最吸引我哋香港遊客嘅一點，就係呢度唔使收大門票，免費入場打卡。對比國內好多收費古城，鳳凰古城一直被大家封為良心景區。正因為風景獨一無二，出行門檻極低，人民底蘊濃厚，呢度常年人山人海，節假日更是擠到水泄不通。每年接待幾千萬來自全國各地嘅遊客，好多人都覺得鳳凰古城靠正規餐飲、民宿、文創做生意，口碑只會越做越好，絕對唔會存在宰客亂象。但真相絕對顛覆你認知，大家睇到嘅免費核心景區乾淨靚景，只係俾遊客睇嘅表面包裝，真正嘅陰暗面就藏喺古城外圍，遠離主景區嘅山寨苗寨、封閉體驗館、私人家訪黑點。尤其係你報咗香港、深圳出發嘅超低價湘西張家界聯遊團，你根本冇機會好好遊覽正宗鳳凰古城。導遊會刻意繞過正版網紅景點，專登帶大家去一啲偏僻冇牌冇監管嘅私人體驗點。呢啲地方全部係低價團專屬收割基地，係當地人專門針對港澳遊客打造嘅黑產產業鏈。好多街坊都會好奇，鳳凰古城本身流量爆棚，客似雲來。點解要做呢啲黑心生意？原因好簡單，正規古城嘅商鋪民宿攤位資源早就飽和，普通本地人根本冇入場機會。為咗賺快錢，大量本地人跟風搭建山寨苗寨、虛假非遺體驗館、偽裝苗族家訪點。呢啲私人黑點冇監管、冇價目表、冇售後保障，利潤大到離譜，所以先至越做越猖狂。再加上近幾年線上泛濫嘅超低價旅行團，幾百蚊就包晒架高鐵住宿、3餐景區門票。各位街坊記住，旅遊行業永遠唔做虧本生意。呢種遠低於成本價嘅套餐，唔係福利係如意。成個運作模式極度黑暗，同張家界大容古城嘅收割套路一模一樣。香港、深圳組團社用超低價吸引大家報名，之後將遊客名單按人頭賣俾湘西本地地接社，要先俾錢買。你呢個客源未出發已經虧本，所以一定要靠購物、自費項目套路消費先可以回本賺錢。而鳳凰古城外圍嘅各類山寨體驗點，就係佢哋最核心嘅殺豬場地。無數貪心平想慳錢嘅香港街坊，就係咁樣一步步跌入陷阱，任由人收割。我做旅遊行業實測拆解多年，老實講，鳳凰古城呢套低價團套路係國內最成熟、最隱蔽、最識拿捏香港人心理嘅黑產模式。唔會明搶，但會用話術氛圍、道德綁架、心理施壓，令你心甘情願俾錢。事後想維權都冇門路。接下嚟我逐字逐句完整拆解9%低價團遊客都會遇到嘅全套受害流程，每一步都係針對年長街坊、港澳遊客量身定製嘅套路。第一個核心殺豬樹套路就係苗服拍照免費入坑，事後漫天開價坐地起價。只要你係低價團入鳳凰古城嘅第一站，絕對唔係睇沱江夜景打卡吊腳樓，而係古城入口嘅私人拍照黑點。呢啲點位全部同導遊深度綁定，每成交一單導遊都有高額提成。導遊上車之後會不停鋪墊苗族文化幾特別，幾有紀念意義。話嚟鳳凰唔拍照等於白嚟，全程同大家傾偈拉近關係，態度超級好，專門拿捏長者中意留念、怕蝕底、怕尷尬嘅心理。去到拍照點，工作人員會熱情招呼大家揀苗服、戴銀飾、免費化妝造型。
全程講晒所有嘢都係免費。大部分街坊聽到免費即刻放鬆警惕，開開心心換裝打卡影相。但當你影完相準備走人，套路即刻上線，佢會同你講服裝同化妝就免費，但相片要單獨收費。事前完全唔報價，隨便幫你影幾十張，之後先漫天開價。普通底片幾十蚊一張，精修雙過100蚊一張。一個人隨便影幾張就300、400，一家人拍照隨時俾人收割上千蚊。有啲街坊覺得太貴，話唔要箱直接走。呢個時候，導遊同工作人員即刻變臉，開始道德綁架、冷嘲熱諷。佢哋會話工作人員免費服務你咁耐，你一張相都唔買，太過孤寒，唔識人情世故，仲會直接攔住你唔俾走，當眾製造尷尬場面。大部分香港人性格隨和，怕尷尬，唔想破壞旅行心情，最後只可以無奈妥協，乖乖俾錢。最離譜嘅係高價買翻嚟嘅相片畫質極差，構圖敷衍，完全不值呢個價錢，純粹係變相宰客。第二個核心套路，山寨苗寨家訪，封閉式天價銀飾，強買強賣。呢個係鳳凰古城最低調、最暴利、中招香港人最多嘅黑產套路。正宗鳳凰古城景區根本冇所謂嘅苗寨家訪項目。低價團去嘅全部係遠離景區、私人搭建嘅假苗寨。路途上面，導遊會不停洗腦渲染苗族銀飾有1000年歷史，可以排毒祛濕、辟邪平安、養生健體。不停話苗族族人日日戴銀飾，極少有風濕骨痛、體虛多病嘅問題。仲會刻意製造稀缺感，話呢度嘅手工苗銀係非遺工藝，出咗呢個苗寨，出咗湘西根本買唔到。一路鋪墊洗腦，精準拿捏各位街坊注重健康、中意收藏、求平安嘅心態。一入到苗寨，遊客即刻被帶入全封閉展廳，隔住外界切斷退路，唔俾隨意走動，唔俾私自拍照。講解員着住苗族服飾，簡單講幾句民族歷史，即刻轉入賣貨模式。現場做所謂嘅銀飾排毒實驗，用銀飾擦皮膚浸水變黑，刻意誇大銀飾養生功效，同時瘋狂貶低市面商場嘅銀飾。話外面全部係機器量產嘅劣質鍍銀合金貨，冇任何養生同收藏價值，淨係得佢哋呢度嘅手工苗銀先係正宗，先有靈氣，先可以保值護身。之後就開始推銷銀手鐲、銀吊墜、銀碗筷、銀茶具各類產品，定價離譜到誇張。普通銀手鐲過千蚊一套，銀碗筷2、3千蚊，但實際上呢啲所謂非遺苗銀只係含銀量極低嘅劣質產品，成本區幾十蚊、百幾蚊。完全係漫天抬價，現場氣氛封閉，話術輪番轟炸，好多街坊被洗腦之後頭腦發熱，衝動高價消費。一旦俾錢，事後想退貨維權根本冇可能。商家會以手工製品一經售出不退不換為由，拒絕售後，導遊同旅行社互相推卸責任，最後消費嘅只能自認倒霉。第三個核心套路，假苗醫問診史錄，天價野生藥材暴力收割。呢個套路更加隱蔽，收割金額更高，專門針對體弱、注重養生嘅中老年港澳遊客。喺苗寨體驗美聲，會有所謂嘅資深謀醫傳人、湘西養生專家免費幫大家體檢問診。無論你身體好定唔好，佢都有一套統一話術，刻意誇大你身體隱患，一律話你濕氣重、毒素多、經絡堵塞。長期落去會引發風濕關節病、心腦血管問題，不斷製造健康焦慮，令你心慌擔心自己身體出問題。等你陷入恐慌之後，就順勢推銷所謂嘅祖傳苗藥、深山野生藥材、秘製養生品，包括野生雪蓮、鐵皮落石木、苗家膏藥、祛濕湯藥等等，全部包裝成稀缺野生珍品。佢哋最黑心嘅做法就係唔公示價目，唔講計量單位，只係口頭講話好平，幾十幾百蚊一份。好多街坊本着花錢買安心嘅心態，放鬆警惕，點頭答應。點知藥材打磨分裝完成之後，先彈出天價賬單，幾百蚊嘅預估，瞬間變成幾千甚至上萬蚊。遊客發現被騙，想拒絕付款退貨，現場工作人員即刻圍埋嚟施壓，以藥材已加工，無法二次銷售為由，強硬收費，死都唔退。體驗館門口常年有人駐守，態度強硬，利用外地遊客人生地不熟，怕麻煩，想快啲走嘅心理變相脅迫。大部分年長遊客孤身在外，勢單力薄，根本冇得對抗，只可以忍痛俾錢，食死貓投訴無門。第四個核心套路，現場書法拍賣流水線假大師，收割智商稅。呢個套路同張家界、大容古城完全一樣，係內地低價團萬年不變嘅收割招數。
鳳凰古城外圍嘅非遺展廳、文旅體驗點都會安排書法拍賣環節，導遊會帶大家入去休息參觀。之後出場一位所謂嘅國家級非遺書法大師，現場瘋狂包裝，話大師作品價值連城，線下拍賣幾萬蚊一幅，身份顯赫，難得一見。大師現場書時家和萬事興，厚德載物，一帆風順等吉祥字畫。工作人員不停烘托氣氛，話今日特價結緣，回饋遊客平時無價，而家只需要998拎998蚊一幅。同時安排大量內部托假扮遊客，瘋狂舉手搶購，製造搶手限量喎，錯過就冇嘅緊張氛圍。好多街坊被現場氣氛帶動，加上對傳統文化有好感，一時衝動就高價落單。但事後先發現，所謂大師只係普通路人作品，流水線批量生產，毫無藝術價值、收藏價值，市面成本唔過幾十上百蚊，專門收割旅遊遊客嘅智商稅，買返屋企純粹係廢紙一張，想退貨根本冇門路。好多街坊都會問：呢套完整成熟暴利嘅黑色產業鏈，日日收割港澳遊客，敗壞鳳凰名聲，點解監管年年查亂象，年年有，永遠禁唔絕？實話同大家講，內地文旅部門確實年年嚴查，年年整治，年年關停違規黑點，處罰違規導遊同旅行社。但呢條產業鏈嘅從業者已經摸索出完美被查嘅生存法則，生命力極強，隱蔽度極高，一有專項嚴查，高壓整治。所有山寨苗寨、體驗館拍照黑點即刻停業，掛內部裝修設備維護嘅牌，完美避開檢查，同時即刻收斂強硬推銷手段，取消名著強買強賣，全部改為自願體驗、自願消費。面對抽查，所有人統一口徑，話遊客消費全部自願，冇任何脅迫，令監管冇辦法處罰。一旦風聲過整治放鬆，成條黑產鏈即刻死灰復燃，所有殺豬套路原封不動重新上演。常年循環住嚴查就收、放鬆就爆嘅死循環，根本無法徹底根治。最關鍵嘅係呢條黑產已經形成完美利益閉環，分工清晰，利益共享，風險共擔。外地組團社負責低價引流吸引報名，本地地接社負責支直團買人頭客源，導遊負責話術鋪墊、情緒操控、引導消費，山寨場館負責場地同貨源，內部托負責烘托氣氛，誘導成交。所有人按比例分巨額利潤超高嘅暴利，令無數從業者甘願頂住罰款吊銷執照嘅風險，持續做黑心生意。再加埋大部分黑點係私人散戶經營，流動作業，冇固定場地，冇正規牌照，打一槍換一個地方，監管根本無法全部排查，徹底清零。我哋普通遊客冇能力改變當地亂象，亦冇辦法跟隨行業黑產，但我哋可以學識避坑，識破套路，守住錢包，保證自己每一次旅行都開心、安心，唔使受騙。我結合多年旅遊實測經驗，整理出4條100%有效嘅鳳凰古城湘西旅遊避坑鐵律。所有準備出發嘅街坊一定要牢記收藏，轉發俾家人朋友。第一條徹底戒馬低價遊幻想，絕對唔好報超低價旅行團。旅遊永遠冇虧本生意，高鐵住宿、膳食、門票、人工全部有公開成本。只要個團費平得離譜，遠低於基礎出行成本，唔使諗，一辦心係套路團、殺豬團、收割團。呢種團一定會有強制消費、道德綁架、隱形套路。天下冇免費午餐，更加冇平靚正嘅低價長途旅行。出行一定要揀正規大品牌，合同白紙黑字寫明零自費、零強制消費嘅純玩團。報價雖然貴少少，但旅途舒服，零套路、零委屈，真正享受旅行樂趣。第二條，放低情面心態，學識果斷拒絕，遇事留證據，大膽維權。好多香港街坊性格溫和，怕尷尬，怕衝突，怕影響團隊氣氛。呢種善良同忍，正正係低價團從業者最中意拿捏嘅弱點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旅行係消費享受，唔係人情社交。你唔需要為陌生人嘅業績埋單。遇到推銷自費項目、拍照套餐、銀色藥材、文創產品，唔想玩唔想買，就禮貌堅定拒絕。一旦遇到語言恐嚇、道德綁架、強制消費，唔好現場吵鬧，唔好情緒激動，即刻錄音拍片，留低所有證據。內地文旅投訴效率極高，證據充足就一定可以維權追回損失。只要你態度堅定，手握證據，絕大部分黑心導遊同商家都會知難而退。第三條，堅決唔幫襯景區封閉式銷售，唔買任何封閉展廳嘅高價特產同養生品。真正正宗有價值、有口碑嘅湘西特產、非遺好物、手工銀飾、養生藥材，
絕對唔會靠封閉洗腦、強制推銷氛圍壓迫嘅方式售賣。市區正規超市、連鎖門店、古城正規商鋪先係靠譜購買渠道，價格透明，品質保證，售後可追溯。封閉體驗館、山寨苗寨嘅產品溢價10倍，品質劣質，冇售後冇保障。想買手信、紀念品，夜晚自由活動時間落市區買就夠，平好多，正好多。第4條，優先自由行、自助遊，從根源杜絕所有旅行團套路。香港深圳翠雙西鳳凰古城交通超級便利，高鐵直達中轉便捷，省時省心。而家鳳凰古城旅遊配套非常成熟，網約車、公交、景區接駁車全覆蓋，線上購票、分時預約、導航指路全部還線。普通人完全可以自己規劃行程，唔使早起趕團，唔使逼住購物，唔使遷就人哋節奏，自由自在、舒服愜意，徹底遠離所有低價團、黑產套路。靜靜欣賞鳳凰古城嘅千年風月、湘西絕美山水。講句真心話，我拆解呢條黑幕，從來唔係想抹黑鳳凰古城。呢座千年古城，呢片沱江山水，呢種獨特湘西風情，絕對值得大家專程奔赴，好好欣賞。只可惜俾一班逐利黑心從業者畸形嘅行業亂象，白白消耗，口碑糟蹋咗大好文旅資源。無數街坊滿懷期待出遊，最後被套路收割，滿心失望。旅途變噩夢，實在令人惋惜。我拍呢條片寫呢份乾貨，只係想幫各位旅行愛好者睇清行業真相，唔好再被網紅濾鏡欺騙，唔好再貪低價團、小便宜，唔好再做任人收割嘅韭菜。旅行嘅本意係放鬆身心，收集美好，開闊眼界，絕對唔係受騙受氣破財擋災。最後再次提醒各位香港街坊準備去湘西嘅朋友，鳳凰古城嘅風景絕對值得去，但一定要揀正規渠道，守住消費底線，學識自我保護，避開低價團，遠離封閉購物套路，堅持理性消費，你先可以體驗到最純粹、最治癒嘅鳳凰風光。如果覺得呢條乾貨有用，懇請大家點讚、收藏、轉發，分享俾身邊準備去內地旅行嘅親友，幫更多香港街坊避開旅遊騙局，守住自己錢包，安心開心出遊。仲未關注我頻道嘅朋友，一定要即刻點擊訂閱，打開小鈴鐺。我專門實測全國各大熱門景區，持續曝光各地旅遊黑幕，拆解全套避坑套路，分享真實旅行攻略。以後你知每一次內地旅行都可以提前睇我條片，避坑避雷，慳錢省心，提升旅途體驗。鍾意旅行，想遠離套路，想睇真實景區內幕嘅朋友，即刻關注訂閱。下期繼續為你爆更多行業真相。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嘅鳳凰踩坑經歷、旅行疑問，我會逐條回覆，真心解答，幫大家輕鬆出遊，全程無憂。